中国官员在分析再教育营，东突厥斯坦集中营关押上百万维吾尔人，令国际社会震惊。所谓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16日宣称，正在对参与恐怖活动情节轻微的人员开展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教授他们食品加工、美容美发等技能。此外，还要增强他们公民意识及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等。中国当局此前曾多次否认东突厥斯坦存在再教育营，但是当外界公布了再教育营的微信图片和当地政府在网上的官方文件等证据后，中共口吻随之改变。好党主席东突厥斯坦是我们的光荣。土耳其好党主席梅尔阿克谢纳周二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举行的党组会议上关注了东突厥斯坦的局势。他批评土耳其对中国将100多万维吾尔人关押在东突厥斯坦集中营保持沉默。他说，为叙利亚若开邦流下眼泪的埃尔多安没发出声音。尊敬的埃尔多安，你沉迷于来自中国的利益和钱财吗？东突厥斯坦是咱们的历史，咱们的光荣，我们永不放弃为东突厥斯坦发出声音。马来西亚将中美贸易战视为一次机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表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可能使马来西亚受益。马来西亚总理穆罕默德说，如果有任何影响，我们希望将美国在中国的投资转移到马来西亚，那么我们有可能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中获得一些好处。洪都拉斯千余人涌向美国边境，有上千名洪都拉斯人奔向美墨边界企图移民，至少有1300人离开洪都拉斯北部的圣佩多罗斯拉，开始了移民行军，其中包括许多年幼的孩子。他们抱怨在洪都拉斯找不到工作，而且还要在自己或孩子说不定哪天被杀的恐惧中生活。据报道，他们的人数已超过3000人。美国制裁伊朗革命卫队。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伊准军事组织及一个据称为该组织提供金融支持的合作基金会，冻结其在美国境内资产，禁止美国公民与其进行交易。声明说，该基金会由至少20家公司和金融机构组成，总部设在伊朗，生意往来金额达数十亿美元。触角遍及伊朗境内汽车、矿业、金属和银行业等领域。